犯我龙国者，岁月必诛。文君，有必要赶尽杀绝吗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吧？合作。从今日起，我大夏将扩疆万里，率其所至，皆为我大夏疆土。受死吧！北哥，你这都吹成北京武安军了，为啥还来当保安呢？你看那怎么能叫吹呢？那时候你哥可以说是叱咤风云。你哥来这儿走马上任啊，那绝对不是为了荣华富贵。想当年啊，你哥身中天下第一奇毒，情缺伞。这个龙纹令牌你拿着，今天你救了我一命，以后凭这个龙纹令牌，我护你一世。醒来之后，他人就不见了。所以说，你哥来这儿只为了寻找当年那最美丽的女子。北哥，你可拉倒吧，那再美，有咱们未来集团总裁苏瑶美啊，那可是云城第一女神，身家100亿呢。我告诉你，你俩这哥。你俩格局小了吧？我告诉你了，只要是你哥愿意，那什么总裁美女都得投怀送抱。说你胖你还穿呀？谁不知道武安军天下无敌，还能被偷袭？哥真不是跟你。该发生事情了！佳佳。叔叔，你是超人吗？小丫头，叔叔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叔叔是来拯救地球的，帮叔叔保守这个秘密，好不好？哇，好厉害！佳佳一定保密。咱俩拉钩。佳佳，你吓死妈妈了！妈妈，我没事，是这个帅叔叔救了我。谢谢你啊，先生。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姓陆，叫陆北。陆先生，你有任何要求，我都可以代表未来集团满足你。这事儿不用满足我，这是我作为保安的一个自我修养。妈咪，陆叔叔这次可是印象最美啊！妈妈，你以身相许吧。臭丫头，胡说什么呢？快，谢谢叔叔。苏瑶，今天你就别想躲了，乖乖的跟我回去，跟叶大少爷订婚。订婚？我嫁出去，然后把未来集团交给你，你还真是丝毫不遮掩。要不然你以为你还能保得住未来集团？叶家现在已经跟龙殿的谢家有合作，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苏瑶，难道你想把整个苏家都拉下水啊？龙殿，当初要不是你未婚先孕，生下这种野丫头，你早就应该联姻给苏家创造价值。叶少能看得上你，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胡说，佳佳才不是野丫头。是吗？那你就把你那个废物爹叫出来。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我看他也就是一个只会当缩头乌龟的窝囊废吧。不许你说我爸爸坏话，谁说我没有爸爸的？他就是我爸爸。好叔叔，你最帅了，你就当我爸爸一会吧，不然佳佳和妈妈就要被坏人欺负了。叔叔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我妈妈又漂亮又有钱，白做你当媳妇哦。佳佳，喂，苏瑶，这个臭保安，不会真是这个野丫头的野爹吧？是又怎样？我苏瑶的男人还轮不到外人说三道，倒不如假戏真做，彻底毁掉家族的，是吧，老公？没错，老婆。我爸爸今天回来了，看你们这些坏蛋，还不快举手投降！对，看门狗，今天这件事情不是你能参与的情，现在乖乖跪下给我学3声狗叫，欣许本少爷高兴，就饶你一条。你是没听清楚吗？他现在是你姐夫，嘴巴给我放干净！我去，你们小辣椒，你敢打我，贱！今天就当着你的面玩你死，看看谁他妈还敢不知好歹的出来找茬！给我打！小子，最好现在就滚，你把命搭在这儿。
贝高，要不你还是认个错，这黑户我认识，云城第一狠人，少了张美都不知道多少血。贝哥，据说他是传说中的武道大宗师，一拳打出钢板。陆先生，你走吧，抱歉，不该把你领了进来。妈咪，别怕，在爸爸的面前，他们都是小卡拉米。好了，陆先生，快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妈咪，爸爸可是大英雄，才不怕他们呢。还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呢。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。佳佳说的对，像这种哈，给爸爸提鞋都不配，是不是？小子，我穿你1个月几百块，你玩什么命啊？穿上保安队服，你觉得你是5星战将吗？那么多废话，快打呀！来，够了！既然你找死，爷今天就成全你。陆先生，快躲开！我来不及了，给爷死！肉肉，没吃饭呢。即便是自封修，本帅仍有真龙护体，早已无力之见。哎，这就极限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哇，爸爸好厉害，打死那些欺负妈咪的坏蛋！连3岁小孩都打不过，还武道宗师呢。哇，人家也变成和爸爸一样厉害了，人家也要打坏人。臭保安，你，哎，这，姐夫，那个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等会儿先别走，过来，教我学狗叫。小子，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舅舅好像一条狗呀，妈咪，我就说爸爸是超厉害的。苏南城，回去告诉家族，6年前我没有放弃佳佳，现在我同样不会放弃未来集团。我告诉你，叶家不会放过你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欢迎找茬啊！妈咪，是不是佳佳不好？这么多年，妈咪才这么累。怎么会呢？佳佳，你是上天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啊！那个苏小姐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，我这边还得上班呢。或许是时候给佳佳找个爸爸了。陆先生，啊，不如我们结婚吧？你说啥？结婚？不好意思啊，苏小姐，其实我早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而且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他。范叔叔，你年纪轻轻就娶了妈咪，可是少走了40年的弯路啊！其实呢，结婚只是幌子，我是希望你当我女儿的贴身保镖，而且我也可以帮你寻找你喜欢的那个人。范叔叔，求求你了，你娶了妈咪，我以后长大养老，给你找小老婆哦。佳佳，你欠揍是不是？来，你这又是结婚又是当保镖的，得加钱。行，1个月工资20万，还有额外的奖金。但是未来集团的所有事情你没有权利干预。等事情结束后，我们随时可以离婚。行。哎，不过我有一件事得说好啊，我这人魅力可大，得被我魅力吸引爱上我。毕竟我是你得不到的男人啊。哎呀，佳佳也有爸爸了。你可真可爱。哎，对了，苏小姐，佳佳的爸爸到底去哪儿了？6年前他去了境外，就再也没有。来，今天也算是咱大喜的日子了。来，尝尝我手艺。哇，闻着好香啊！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啊！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合胃口的菜了。爸爸，抓住妈妈的胃哦！我告诉你啊，爸爸不仅会做饭，什么治病针灸啦、琴棋书画啦、赛车黑客啦，爸爸都会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那敢问你都吹成全能特工了，怎么还是个小保安呢？
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这个叫大隐隐于市，一遇风云变化龙啊！爸爸，你这么厉害，那妈妈就交给你保护喽。孩子人小鬼大了啊！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要参加同学聚会吗？那这个带上。送我的？嗯，不贵，2、3千万。男人嘛，3位也要讲究态度。对我这么好啊？就是喜欢上我了。想什么呢？爱戴不戴啊？如果他就是佳佳的亲生父亲，那该有多好。哎，楚豪，我到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兄弟欠的债我不还，以后别他妈找他麻烦。兄弟，给我上！志豪，我要当兵。今天是你罩着我，等你回来，我罩着你。我陈世豪发誓，以后千倍百倍的报答你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陆大班长，这么多年在哪儿高就啊？还真是，要不是你说啊，我还以为是端盘子的服务生呢。哎，陆北，我叫你一声班长是对你的客气，你现在就是一臭看大门的。告诉你啊，我今天是看世豪面子我才过来的，要不然这种聚会你以为我会参加啊？陆班长，我还真以为陈总把你这个臭保安当兄弟吧？就是，陈总现在可是未来集团的部门经理，根本不配来参加我们这些成功人士的同学会。听到了吗？立马给我滚蛋！兄弟，好久不见。呀，法拉利，说到做到啊！以后我得跟你混了。给我停车去！啊，聋了？不是，耳朵不好使也能当看门狗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保安吗？这不是你的职责所在吗？哦，对了，以后啊，别直呼我名字，要叫陈总，记住了吗？看门狗。还不快谢谢豪哥给了你一次开法拉利的机会，不然像你这种社会底层，这辈子都没机会摸一下这钥匙吧？就是，陈总1分钟赚的钱，怕不超过陆班长1个月的工资了吧？少了，陈总现在是什么人啊？马上就要荣升为未来集团市场部总监了，中流砥柱，能跟这种下三滥比吗？拿这种人比，简直拉低了生存档次。世豪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少他妈给我说，还当我是以前的跟班呢？这些年你家早破产，还以为自己是公子哥，看清楚了，现在我才是众星捧月的对象，连给我擦鞋都嫌脏。陆北，老话说得好，龙不与蛇居，虎不与犬行。你个保安有什么资格豪哥做兄弟，还想跟着豪哥混？豪哥，未来集团应该不缺狐狸吧？缺啊，尤其是缺那种耳朵不好使的。上学时候真是瞎了眼才喜欢上你，幸亏你退学当兵，才让我有机会认识比你优秀了10000倍的豪哥。现在看来，我的选择还是很正确的。还是咱们班花看人看得准。我可是听说这个陆北娶了一个2婚带娃的寡妇。哎，对了，不接盘的保安算合格的窝囊废吗？穷酸加贱货，还真是相得益彰啊！老婆，我想过谁会变，我没想过你。哎，你这话是说对了，人总是会变的。不过有的人他是越混越好，有的人呢，他是越混越惨。
走，看。众兄弟，前程飞也！让来都来了，别着急走啊！大家怎么着也是熟人一场，要不你把你家那个蜡布交过来，给我们大伙儿也开开眼呢？嗯，我跟你说话了，听到了吗？按门搞！妈妈，我想爸爸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现在都10点了，我们去接他回来吧。好吧，刚好那个酒店也是咱们家的，我们顺便呢去招待爸爸的同学们。好耶，出发找爸爸喽！走吧。我告诉你是，我不管这次怎么告诉谁，我也不管你现在是谁，我是带你去一起来的。别怕咱们搞出最后一份情，我管。去你妈的情面！打老子！是不是分不清楚现在什么状况？像你这个看门狗，一句话就他妈让你失忆！我想灭了你，甚至需要亲自动手灭了你，情面！你今天不就是看我升职，硬凑过来想混个面子吗？这个时候还想占着要饭？你他妈算哪根葱啊！我曾经以为咱们是一辈子的兄弟，真的。兄弟，你还真不配！看清楚，现在被众星环绕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想跟我混，你得跪着跟。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然后叫声陈总，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个机会。不用了，陈总。路北，你真是好。杨多耶！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回去。大婶儿，你就是陆北老婆吧？快来陪酒，不然你这废物老公恐怕连保安都当不了了。你是谁？我马上过来。我倒是要看看，这天底下得是多么又丑又穷的人，才愿意嫁给你这么个没权没势的窝囊废。说我又丑又穷，这么多年来还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说。苏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去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上来，倒要看是谁这么丑。好的，苏总。我劝你吧，到此为止。你跟我说到此为止？陆北，你知不知道得罪豪哥就是得罪了未来集团？别说被开除了，就算到时候云城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。到此为止，这句话轮得到你说吗？你还是好好想想，待会儿啊，怎么跟你老婆一起求豪哥放过你们吧。不如这样吧，我给大家添加一个项目，等一下他那老婆来了之后，咱们大家一起玩。谁要是不玩，就是不给我陈世豪这个面子。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啊！豪哥，就陆北这种人，能找到什么好货色呀？我还怕染上什么传染的病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再从你的狗嘴里听到一句脏话，不是一脚这么简单。看来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早已经天差地别了吧？既然这样，我会让未来集团介入进去。出了这个门，你那个贱人老婆还有野种，
都要跟着你一起饿死。至于现在呢，你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我很好奇，整个云城谁有那么大的能耐，敢动我苏瑶的男人？爸爸，我不是说一会儿我回去吗？你来了。想你了。我去，陆北他老婆居然这么漂亮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简直堪比一线女明星啊！早看，你真是陆北老婆？怎么，很意外吗？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我看你也不是什么正经女，不会以前是在这儿干过研究？你应该庆幸，我只是一个做生意的，这一巴掌换你一条命，你值得。坏女人，活该！豪哥，这婊子竟敢打我，你快给我做主啊！贱人，一定要扒光她的衣服，给我跪下道歉！美女，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才值得依靠。我是未来集团的总监，我叫陈师傅。你这个老公陆北啊，就是个臭保安，根本不值得你依靠。不如怎么样？哦，未来集团总监，一个给我打工的也配跟我老公比？苏总，您吩咐的50斤黄金价值1500万，帕加尼花尔价值3000万，凌霄酒店的合同价值1个亿，皆已送到。吴秘书，这是送我老公的礼物。恭请姑爷执掌凌霄酒店，特此奉上贺礼。姑爷，搞这一套干嘛呀？让他们拿走。你现在是我老公，给我点面子。我老公现在的权势，你还比得了吗？哎呀，你们还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嘛！要不是我堂哥是这凌霄酒店的总经理，说不定我还被你们给骗了。对呀，豪哥的堂哥就是这儿的总经理，像股权转换这种事情，怎么可能越过他呢？差点给他们糊弄过去。这凌霄酒店可是未来集团的旗下产业，哪能说转让就转让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简直自寻死路！哎，堂哥，你来的正时候啊！这一对狗男女，望爷要接手凌霄酒店，这种情况我们打断他们的手脚，不过分吧？简直是个混蛋！老子现在拿你去祭天都不过分，还不赶紧下跪给人道歉？可是堂哥，你可是堂堂的凌霄酒店总经理啊！你居然让我给这个看门狗道歉！你好好看看，我究竟是谁？未来集团总裁苏瑶，苏总，简直是瞎了你的狗眼，竟敢对苏总和姑爷不敬！苏总，姑爷，苏总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呐。你不用知道了，因为你已经被开除了。陆北，从今以后你不用再当保安了，这家凌霄酒店交给你来管理。苏总真是英明啊！苏总请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协助姑爷好好的经营凌霄酒店。陆阳，谁允许你把宗氏集团的东西随意就随便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看你是他弟弟，我真不愿意打你。我来是替叶少转告你，趁早让这个臭保安滚蛋，要不然叶家就会对未来集团动手，包括你和龙店的合作项目。叶家可是云城第一势力，你们未来集团根本就不是对手。陆北，我劝你赶紧逃命去吧。有我在这儿，我看看谁敢赌未来集团。哎，小子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想保护未来集团，真是可笑啊！你告诉叶少，我不会跟陆北离婚，更不会放弃跟龙店即将的合作项目。他想找未来集团麻烦，随时奉陪。我们走。
你们怎么想起来接我来了？是妈咪。是佳佳，她想你了，我们就来找你。对了，刚刚给你礼物为什么不收？难道你还想着去找那姑娘？我会一直找下去，直到找到她。不是说好来接我的吗？爸，我晚上一个人睡害怕，你和妈妈能不能陪我一起睡？佳佳乖啊，妈妈陪你睡就好。爸爸晚上睡觉大。妈咪，我晚上做噩梦被车撞了，我害怕再也见不到妈咪爸爸了。佳佳乖啊，妈妈跟爸爸陪你睡。走。大人，你松手，我没乱看。爸爸妈妈，羞羞。陆北身上怎么有那么多伤痕？难道他也上过战场？喂，苏总，不好了！叶家抢先和我们的品牌代言人叶倩签约，并且污蔑我们集团产品造假。龙店已经向我们问责，取消项目合作了。什么？马上启动紧急预案，找别的明星顶上。苏总，我们已经尝试过了，但是现在根本没有明星愿意接我们的代言。知道了。苏瑶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认识几个女，说不定能帮上你。你以前给明星当过保安，没用的，他们不会理你。这个可是价值上亿的项目，而且还跟龙店有关，不能放弃。不是，苏瑶，好了，不用你操心，你在家照顾好佳佳，我去公司一趟。哎，苏瑶，大家乖乖的，大家。爸爸，听说你认识很多电视上的大明星。那当然了，爸爸骗你干嘛？爸爸给你看啊，你看是不是很多明星？哇，爸爸厉害，认识这么多大明星。爸爸就换件衣服，然后咱们就去找这些明星给妈妈代言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。陆北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么多年，你终于舍得联系我啦。阿姨，陆北是我爸爸。什么？你是陆北的女儿？好你个没良心的！当年救了我们一命之后，一点消息都没有了，竟然连结婚都不告诉我。就是陆北哥，听说你离异带娃，要不咱俩凑合凑合？你礼貌吗？好啦，别闹啦，陆北哥找我们肯定有正事要做啊。我找你们肯定有正事，你们赶紧跟我去一趟未来集团，我老子那边让你们得代个言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的代言合同啊，已经给你的宝贝女儿拿走了，现在合同已经到了。小吴，真的没有其他明星愿意接代言。苏总，已经问过了，一个都没有。咱们集团这次怕是难办。难办？那就别办了。哈哈哈哈！苏瑶，你还真是头昏了，放着叶少这么好的资源不要，居然嫁给什么臭保安，真是自取灭。苏南城。如果这次的发布会失败，龙店怪罪下来，未来集团甚至可能不复存在。
同样得不到。但是你忘了，李倩只说了不跟你签约，可没说不跟我签约。到时候我自然可以重新接手龙店的项目，你也该让位了。否则，你还有那个臭保安，还有未来集团，全都得完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跟陆北离婚，更不会放弃未来集团。我死这条心。好啊，既然你非要嫁给那个臭保安，那就别怪我翻责任。各位，我得宣布一个遗憾的消息：李倩小姐因为苏总的个人原因导致的产品对我们公司表示失望，所以拒绝了此次签约代言。天哪！没想到苏总竟然犯下如此大的错误。你们看，未来集团的股价短短10分钟蒸发了100亿。像这种无能武德的领导，坑害投资者的钱，就应该让他滚下台。各位，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挽回集团的声誉跟股价。别挣扎了，苏阳，你们集团已经被我们整个娱乐圈封杀了。苏阳，要怪就怪你找了个废物老公，根本就没有人脉帮你啊！再看看，集团的股价已经跌了多半。若是你再交不出来集团的话，我就破产啊！苏总，我听电话里说，顾爷好像认识很多明星，要不让他试一下？不用。哼，你快别做梦了吧！除非你那个保安老公能把龙国的3位顶流女神请来，否则的话，就连18线小龙套都不会跟你签约。谁说我爸爸请了来大明星？3位漂亮大明星姐姐已经答应给妈咪的公司代言，这就是合同。佳佳，这真是爸爸给你的？那当然啦，妈咪，爸爸可是无所不能的哦。不是说好了整个娱乐圈全部封杀他吗？我倒要看看谁敢违抗叶家的封杀。李子柒、徐亦菲，真的是龙国的3大女神？什么？竟然是龙国3大女神！天哪！如果这是真的，未来集团一定会一飞冲天的。铁丫头，你那个保安老爸真是说什么你都信？哎，各位，那我还说这3大女神是我老婆呢，真是可笑至极啊！苏阳，3大女神身份何等珍贵，你们竟然敢冒充代言合同？看来你们未来集团这是罪加一等，马上领就大3大女神早就不接代言，陆北怎么有可能请得出她们来代言呢？苏阳，还有最后5分钟，你若是找不到别人给你代言的话，未来集团就会破产，到时候更是损坏了跟龙店的合作项目，这些责任你负得起吗？我是不会放弃，哪怕没有人代言，我为自己代言，未来集团也不会向叶家低头。虽然你想一意孤行，不过可惜了，公司的股东可不答应。苏瑶，不该嫁给一个无权无势的保安。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将你父亲一手创办的未来集团毁在你的手里。苏总，公司如果破产，你难道要看着上千名员工失业吗？你对得起你死去父亲吗？你们都是我一路提携上来的，到头来却要背叛我。哼！可是为了集团的利益，如果你不能妥善解决艺人的代言问题，就交出公司吧。是，交出公司。你们不许欺负妈咪，爸爸已经找到女神姐姐代言了。闭嘴吧，你死丫头！到现在了，你还想指望你那个臭保安？他就跟这堆废纸一样，丢在厕所都没人用。林南辰，你混账！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苏阳，未来集团就会像这些假合同一样彻底完蛋。佳佳，爸爸来了。妈咪，爸爸已经把女神姐姐找回来了。现在已经到这一步，他来有个屁用！哦，对，他刚好可以看看自己是怎么再变回社会的底层的。
李子柒、徐艺菲、肉儿，全真是三大明星！天哪，我是在做梦吧？三大女神同时出现，这可是震惊龙国的大新闻！你们一定都是演员！演员！三大女神不是早就已经可以接代言了吗？怎么会同时出现呢？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撕毁我们的合同？哎，三位女神小姐，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个废物保安居然说他要请你们来代言，就是他请我们来的，你有意见呀？三位女神，你们真的都是陆北找来代言的吗？没错，陆北请我们来代言，我们自然要。哎，不是，三位女神小姐，你们可能有所不知，这未来集团因为产品问题马上就要破产了，你们可不要被这个臭保安给骗了。对，未来集团得罪了叶家，已经被娱乐圈封杀了。闭嘴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我们想为谁代言，看叶家还没有资格干涉。三位女神姐姐，你们到底谁给妈咪公司代言？苏总，我愿意投资20亿，希望可以代言未来集团。苏总，我愿意投资50亿，希望可以代言未来集团。苏总，我愿意投资100亿，希望可以代言未来集团。陆北，你究竟是谁？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三大女神花钱抢着代言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陆北，选我吧，我可以。选我，选我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们全都要。哎，我意思是让他们都给未来集团代言。三个大姐姐这么漂亮，一定要都给妈咪公司代言哦。既然三位小姐都同意代言，那我们签订合同。喂，等等，三位女神，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未来集团得罪的可是叶家，叶家更是跟龙殿的谢家有合作。你们确定要为了一个臭保安得罪2个大家族吗？他就是个看大门的，你们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我们燕京李家为何要去推叶家和谢家？没是好好打击自己。混账！你都干了什么？竟然惹怒三大女神！你已经被永久封杀了。又是这个臭保安回事。看来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破坏苏瑶跟龙殿的合作项目。走，我们先去禀报叶少。北哥，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可得好好招待招待我们。陆北哥哥，来抱抱。对，这位美女自重啊！我这可是有妇之夫啊！你跟他们3个挺亲密的。你不是不知道，这都演员出身，一个个都戏精。开始狐狸精。妈咪，小心狐狸精姐姐把它给抢走哦！你糊涂。北哥，我在云城人生地不熟的，需要你贴身保护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陆北呢，现在是我女儿的贴身保镖，没空保护。大明星姐姐，爸爸是佳佳的，不能给你哦。谁让你叫他爸爸的？妈，你这个孽女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妈？要不是今天开新闻发布会，我都不知道你竟然找了个小保安当老公。伯母，你放心，我现在既然跟苏瑶是夫妻关系，我肯定照顾好。照顾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狼子野心吗？骗了我女儿，现在得罪了叶家，可能还会连累我们整个苏家。妈，今天多亏了陆北，未来集团才能度过这次危机，你冤枉他了。你糊涂啊！自古婚姻讲究门当户对，人家叶家放出话来了，要是不同意的话，就让云城城主云红运查封未来集团。这个是上层人的权利，那不是请几个明星就可以解决的。伯母，你怎么又知道我没有权势背景？他们是明星，要不傻，这个项目可是跟龙殿合作的，他们得到消息还不上赶着来代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对，他根本就无权无势，你们这大门大户的，你们根本就不登对。哎，要不把他让给我如何？别跟着掺和。我这小保安，你别想骗我！云城4大家族，还有凌驾于云城府之上的逍遥王府，就没有一个姓陆的。你说你有权势？伯母，
咱们的眼光不能只局限于云城这个小地方，放长远一点。哪个有权势的人会沦落到当一个小保安？你不用废话，赶紧的离婚。妈，陆北是为了我才得罪叶家，我不可能跟他离婚。姥姥，佳佳好不容易找到爸爸，你别跟我爸爸赶出去。佳佳呀，不是姥姥狠心，实在没有办法。叶家势大，咱们得罪不起的。瑶瑶，再过3天就是你爷爷的寿辰了。你爸爸已经去世5、6年了，现在还没有资格进祠堂。他们说是我们大房丢了苏家的人，妈妈这辈子被人看不起，我认了。但我不希望你也一辈子被人看不起啊！你只有嫁给叶少，老爷子才会让你爸爸风风光光的进祠堂安息。求求你，离婚吧！离婚？哎，离婚好啊！北哥，你要是离婚了，那我就嫁给你。子期，你别跟着闹了。我没有胡闹，我是真的想跟你洗成连理。你看，我户口本都带来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是清清白白的，这完全属于他个人行为，你别当真啊。北哥，他们看不上你，那是他们有眼无珠。你跟我走呗，我保证伺候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看不出来，个小保安挺会花言巧语的。这么一个大明星被你忽悠了个团团转，我更不会同意你跟瑶瑶在一起。是啊，陆北，难得女神一直睡，你不如就答应了吧。反正我们本来就不合适。或许我不应该把他卷进来，他应该有自己的幸福。我既然说过我要保护你和佳佳一辈子，我肯定说到做到，这点诚信我还是有的。哼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现在叶家指使云城主要查封我们集团，你拿什么跟他抗衡？没错，叶家现在攀上了龙殿、谢家、城主府，全都俯首听命，整个云城，怕是只有隐居的逍遥王可以与之抗衡。对，小保安，如果你有本事能够请来传说中龙国4王之一的逍遥王出面，那我立马认下你这个姑爷，而且每天端茶送水的伺候你。谁？逍遥王？6年不见了，没想到逍遥王这小子竟然来了云城。我去，你不要管我了，我会拖累你的。小主，你记住，不抛弃不放弃才是龙殿之魂。逍遥王这样的英雄人物，确实是我没有资格触碰。那可不一定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陆北，你吹什么风啊？这什么地方？逍遥王他家。什么？什么？逍遥王？你怎么知道他住哪？管那么多干嘛？我带你来找他，肯定是想让他来帮你。别闹了，陆北，得罪了逍遥王，我们未来集团就彻底完蛋了。何人胆敢擅闯王府？我就闯了，你怎么着？哎，完蛋了，得罪了逍遥王，他彻底没劲。怎么着？不认识我了？你什么武？想我了吧？小子，那边那是你嫂子，我在查咱们当年那件事，别暴露身份啊！那个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战友小王，叫嫂子。嫂子好。这样啊，那您住进逍遥王府，一定就是逍遥王的私人管家对吧？对，对，你看你嫂子多聪明，王管家，逍遥王最信任的管家。啊，嫂子，你放心，有什么事啊，你跟逍遥王说，跟我说是一样的，一定帮你办得妥妥当当。啊，这次是叶家跟云城主2家联手，逍遥王不会轻易帮助集团的，还是别让王管家为难了。云红玉那个老匹夫敢欺负嫂子，看我不踏平城主府！王管家，王管家，你现在注意自己的身份，别动不动喊打喊杀的啊！对，嫂子，你放心，我去给逍遥王吹吹枕边风，他一定会帮你们集团撑腰，灭了云红玉那个老王八蛋。啊，枕边风，这他妈叫耳边风。对，耳边风。耳边风。
你这有跟三王该不是那种关系？你这胖的很直的，哎，你放心，这事儿肯定给你办好。哥嫂子，要不咱里面坐？走。哥嫂子，你们等一下啊。嫂子，今天第一次见面，也没什么好送你的。这把逍遥王宝剑送给你。要是云红玉那个老匹夫再敢威胁你们集团，你就一剑砍了他。叶家叔叔，你就再一剑。这逍遥王的宝剑我可不敢要。对呀，逍遥王的东西你怎么能随便乱动呢？啊，你也不是逍遥王，赶紧给逍遥王放回去。嫂子，听北哥说，现在公司是你来管理啊？啊，是的，云城的未来集团目前是我在负责管理。身为我北哥的媳妇儿，怎么能只管理一家呢？这个北王集团也交给你来打理。这个可以要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逍遥王的生意全都交给了小王全权打理。一旦你和这个北王集团合作了，那个什么云城主绝对是不敢对你的集团动手。那真的要谢谢王管家了，之后我一定厚礼相谢。王爷，家里有客人到。王爷。啊，那个他小名叫小王，就愿意让别人管他叫王爷，从小就爱装，跟你嫂子你还装。也是啊，如果他真是王爷，那你不得是传说中的武安君啊？这怎么可能嘛？嫂子，这是北王集团注资100亿合同，以后未来集团也算是跟逍遥王府达成合作了。来。不好了，云城主现在已经带人查封集团，我得赶回去一趟，我先走了。有点意思，带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是。王府禁军听令，立刻集结，随我前往未来集团。恭迎城主，叶少有令，未来集团该关门了。总的来说，上个季度大家的任务完成情况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下个季度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哎呀，云城主，不知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啊？少在这废话，把苏瑶那个贱人给我叫出来！今天他要是交不出来未来集团，未来集团也该倒闭。南城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非得做的这么绝吗？切！什么一家人？你们大房找了一个废物保安当赘婿，就活该倒闭，根本就不配待在我们苏家。花舅舅，你再欺负姥姥，小心爸爸饶不了你。住嘴！小贱人！你一个野杂种也配叫我舅舅？好啊，舅舅今天就叫你舅。住手！怎么可以如此狠心？佳佳可是你的外甥女。哼，苏瑶，你个贱人终于敢出来啊！不过可惜啊，你还有你那个废物保安老公，死期已经到了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未来集团可不是你说封就能封。苏总，你说你放着叶少这么高贵的大人物不嫁，偏偏要嫁给一个臭保安，还有王法，还有法律吗？你既然不给叶少面子，那你注定就做不成未来集团的总裁，更休想做成和龙店合作的项目。龙店项目合作，我准备了6年，是我和龙店搭上关系的唯一机会，我绝不可能让给叶家。你没有机会了，打今天起，未来集团将会被彻底查封，包括你个废物老公，我也要一并带走。瑶瑶，你爸走的早，你妈没用，要不你嫁给叶家吧，说不定他们不会亏待你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和未来集团不会有事，而且你们现在也动不了我老婆。
天大的笑话！在云城还有我云红韵不敢动的人吗？就是，哎，你那个废物老公是身上长刺儿了，还是长翅膀了？我们抓不了他呀。他一个废物保安，他能有什么背景？10分钟之内，我就让他跪下来管我叫爷爷。我来了，你敢抓吗？你抓我呀！我刚才听说有人想认我当爷爷，来，我看看是哪个孙子。陆北，你居然敢当众侮辱城主，你找死！来人，将这个废物给我拿下！这个是逍遥王旗下北王集团。敢问啊，现在连逍遥王都注资的未来集团，你敢动吗，孙子？什么？逍遥王？逍遥王？瑶瑶，难道这个小保安真的有些权势背景，和传说中的逍遥王能扯上关系？妈，其实小子，你之前靠那些花言巧语骗几个戏子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冒充逍遥王的合同，这合同上连个印章都没有，一看就是假的。一条看门狗，披上狼皮也终将是狗。莫非这合同真的是假的？王管家毕竟不是逍遥王本尊，这合同万一不被承认，可真就完了。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这合同有没有效，得逍遥王说了算，你们说了算吗？果然没有印章啊！臭保安竟敢冒充逍遥王府的合同，要命了吧？没错，连逍遥王府的合同你都敢搞，你们这一家子全都得去给我坐牢！你们说这合同是假的，他万一要是真的，你们就不怕逍遥王弄死你们？他生气了再给你们来个株连九族，装腔作势！今天我就要当大家的面踩碎这份假合同，然后我再踩碎你这臭保安的脑袋！怎么？有人敢质疑我逍遥王府的合同？王管家，你终于来了。贝哥，我调动禁军来迟，让嫂子受惊了。嫂子，北王集团已经通知下去，马上就会派人过来签署正式合同。来了就好。刚才有一只老狗一直在这叫，你看着办。敢问阁下，和这个傻子保安是什么关系？傻子，好大的狗胆！混账！打本城主！你可知道我和逍遥王府的禁军统领徐明大人都有交情？我要是真没有点本事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让你们在这里死无葬身之地！怎么？徐统领跟你很熟啊？那是自然了。陆北，王管家终究不是逍遥王，真和城主撕破脸，恐怕不好收场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小王可以替逍遥王做所有决定。怎么着？怕了吧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在云城，是龙你得给我盘着，是虎你得给我卧着，听明白了吗？没错。哈，这小胖子还想替他出头啊？他犯的可是冒充逍遥王合同的死罪。你什么实力？你能护得住他吗？在龙国，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哦，装强。好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逍遥令牌。逍遥，难道阁下是逍遥王府的人？林城主，这回我这兄弟打你还有问题吗？这阁下就是逍遥王府的逍遥王。他要是逍遥王的话，陆北你是云红韵，我给嫂子的公司注资合作，你竟然敢来查封，是不给我面子是吧？瑶瑶，看来是妈错了，这个小保安还真有来头啊，连逍遥王这种大人物都得听他的。完了，又误会了。云城主，你看人家逍遥王府亲自上门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请回吧。等等，差点就被你们唬住了。一个废物保安，你也能请来逍遥王？没错，我刚才可是听到苏瑶叫他什么管家，现在又成了什么逍遥王。你们几个撒谎之前都不对着口号的吗？你们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
但冒充逍遥王府的合同，还敢冒充逍遥王，你们简直就是作死！我们没有，王管家确实是逍遥王府的管家，这个也确实是北王集团的合同。管家，我可是有幸见过逍遥王府的管家，根本就不是此人。他在这里招摇撞骗，简直就是作死！小王，看来你这么多年在云城混得不行啊，连个小小的城主都敢质疑你。北哥，是我的失职，多年来没有出来走动，看来已经有人忘了对王府的敬畏。小徐快到了吧？演，你们接着演。难道说你们就不知道逍遥王每次出行都有3000王府禁军随行吗？还演逍遥王，招摇撞骗，找死的东西！苏瑶，你这个废物保安老公竟然找人冒充逍遥王，我想不用我们动手，逍遥王府自然会要了你们的狗命。陆北，逍遥王不会怪罪我们吧？毕竟一切有我了。小王，你说这云城城主是不是应该换个人做？笑话，在云城我就是遮天的云，我看今天你们谁敢动我？那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了，有王令在此，可以随时罢黜你的城主之位。哎呦我靠！我呸！令牌！你说你愚蠢至极，为了这么一个废物保安，竟然搭上自己的命！陆北，哎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能打有个屁用啊！又不是弄死我哟！我告诉你，等你进了监狱，我他妈弄死这个小杂种！没错，小子，等我把你送进大牢，日日大刑伺候。我看这个徐慧兰和这小媳妇儿倒是有几分姿色呀，到时候我可以考虑当着你的面把他们生生的玩死。陆北，你居然敢帮我殴打城主，你完蛋了你！我怎么能有你这么个小舅子？来人，把这几个贱民给我拿下！王府禁军前来报道。王府禁军前来报道。云红月，王府禁军已至，现在你还觉得我们是冒充的吗？不是，个狗东西，竟敢以下犯上，不知死活！是小子有眼无珠。您放心，打今天起，您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敢往西。不对，叶城主，在云城，您就是遮天的云彩。不，您说笑了，说笑了。咱们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当然得让苏总这样的人才这个掌管企业。我城主一定是全力配合，全力配合啊！陆北，别以为有王府给你撑腰，你就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挡了叶家的路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屡次三番对北哥不敬，看在你是嫂子的娘家人，姑且留你一命。哎呀！把他腿打断，扔出去！哎，导演，打狗也得看主人。是谁敢动我的人？叶凡，你带人来这干什么？未来集团不欢迎你。苏瑶，你不仅胆敢撕毁与本少的婚约，嫁给一个臭保安，还想染指与龙殿合作项目，你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。你想怎样？我想的是很简单，我要你交出与龙殿合作项目，并且跪下求我的原谅。我还要你亲眼看着我把这个臭保安碎尸万段。不可能！为了求得龙殿的合作，我花了整整6年，绝不可能止步于此。叶少，这里可是未来集团，王府的禁军就在这里，你还这么无法无天吗？你无法无天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就是天！怎么？苏瑶没告诉你，就连逍遥王见我爹，那都要平辈儿的见。就你们这一群拿了鸡毛当令箭的狗东西，也配在老子的面前装腔作势？啊！叶凡，3秒钟跪在我面前，否则他就得死。松手，要不你这手就别要了。
你就是那个臭保安对吧？敢跟老子抢女人，说吧，想怎么死？叶少，你这未免也太放肆了吧？真拿龙国的法律当儿戏是吧？哎呦，连逍遥王府都在为这个臭保安撑腰，怪不得他胆子这么肥。可惜呀，王法管不了老子。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遇到逍遥王府的高手，幸会啊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殿杀人王杜月笙？记得当年无名龙殿除掉杜月笙，看来幕后有人将大案绑了下来，难道跟叶家有关？各位，龙殿杀人王杜月笙在此，你们几个都得死！没想到还有人记得老夫。不过今天你们得罪了叶少，马上就要被老夫杀死，也算你们死得明白。北哥，嫂子，我先去会会他。用力呀！竟然突破了宗师境界，达到了半步武王，大胆！你竟敢对王爷动手！老夫说了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，谁也拦不住啊！北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只擅长带兵，这单挑我给你们10秒钟，现在走的不用死。至于你，一只手，你送过来还给我过去。好笑，臭啊！你知道我今天带了多少人？不光有半步武王的杜老，这门口更是有足足200个宗师。你动个手试试啊！200只蚂蚁，就是1000只、1万只又能怎么样？别废话，时间不多了。陆北，你别冲动，连王管家镇的王府高手都打不过他，你上去就是送死。你听我的快走，我想办法拦住他们。叶凡，我答应跟你的婚约，你让他走。我不答应。妈咪，别怕，爸爸会打倒那些大坏蛋的。害怕了吧？趁我爸爸还没有动手，你们赶紧快跑！嫂子，你放心，有北哥在，他们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罢了。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？好，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！陆北，你别逞强了，一切因我而起，就让我结束这一切。你快走，走啊！想走？晚了，门口现在有200个宗师包围着，今天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儿。就算耶稣来了，也留不住你。嘿，我说的。老爸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和佳佳，还有你的公司，我肯定说到做到。别忘了，这是一个保安的自我修养。出去清理一下蚂蚁啊！陆北，还有谁想打都跟出来，别影响人家做生意啊！记住，打断他的每一根骨头。叶凡，无论是婚约还是未来集团，我都答应你，你别动手打他。放心，我会留他一条命，然后让他看看你是如何成为我手中的玩物。苏阳，睁大你那无知的眼睛，好好看看你那废物老公的下场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怎么可能？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都是血？你受伤了？没有，血都是别人的。你老公可是王牌保安。外面不是有200个宗师吗？哪有，一群小混混吧？还好，我还以为也就100多人。看来苏南城没有什么。你这个臭，
确实有良心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。不了啊，为了他，小子，老夫承认你有点本事，但是武王之下再厉害，终究是蝼蚁。竟然是传说中的武王高手，若北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什么武王高手？搞噱头呢？混账，王不可辱！老夫先打断你的狗腿！怎么可能？老夫居然会败！我这一弹20年功力，你接得住吗？小子，你究竟是什么武功，居然能破了老夫的武王区？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！我输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可是半步武王，怎么会败给你这么个臭宝啊？是啊，这杜老可是高手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妈咪，我就说爸爸会保护我们的。佳佳说的对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保安，保安，保你一生平安。臭宝安，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明日我定让苏颜鸡犬不留。陆北，算了，叶家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。好，那我就给我老婆一个面子。叶少，我鞋溅上血了，帮我擦干净。臭宝安，你疯了！你什么身份？你个贱民，也配让我给你擦鞋？陆北，简直是放肆！叶家背后站的可是龙殿的谢家，这才只是绝迹开始。我靠！最后一次机会，擦干净。臭保安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日之耻，改日我定能百倍相还。别改日啊，现在就还来！陆北，你那么厉害，为什么要来当保安呢？你看，格局小了吧？我20岁当保安，少走40年弯路。没跟你开玩笑，叶家背后现在有龙殿谢家的支持，谢家在龙殿掌握着滔天的权势，不是你一个人力量可以抗衡的。那个，我不是记得你现在正在跟龙殿进行项目合作吗？事到如今，我就不瞒你了，我之所以费尽心思接近龙殿，是为了佳佳。佳佳和龙殿有关？6年前，爷爷告诉我，佳佳的生父跟龙殿有关，只可惜现在爷爷瘫痪昏迷了，线索也就断了。所以说你接近龙殿，就是为了找到佳佳的生父。陆北，对不起，我要找到那个男人，我要给佳佳一个没有遗憾的家庭。6年前，龙殿还是在云城，未免有点太巧合了吧？难道苏瑶就是？看来得想办法让苏老爷子恢复清醒，才能得到真相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是爷爷的寿宴，你得陪我和佳佳去一趟。是吗？那我第一次见他们，是不是应该带份寿礼啊？不用了，你准备的东西啊，他们肯定都会刁难你。来准备吧。哎，给我准备3份寿礼，尤其是准备一份可以治疗瘫痪的灵丹妙药。我要去给苏老爷子祝寿。是，谨遵顺令。恭喜恭喜！你看，这就是苏瑶和她的保安老公，据说昨天还把叶家大少爷给打了。什么？
现在苏老爷子瘫痪在床，苏家又陷入了经济危机，现在叶家这样，恐怕是要完蛋了。奶奶、爷爷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这是陆北，也是我的老公。宋老太君，祝老爷子长命百岁。瑶瑶，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可不要胡闹。奶奶，今天爷爷大寿来的可都是达官显贵，就这种臭保安可不配进我们苏家的大门。好了，都已经是一家人了，当着这么多客人的面吵吵闹闹的，像什么话？大嫂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苏瑶和叶氏可是有婚约在身的，这个臭保安算哪门子的苏家人？没错，苏瑶这个傻子自己被骗了，还得去帮这个臭保安数钱。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拖出去！你敢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在你们眼里，除了钱财，无非是权势。但你们又怎么知道我是龙世冲呢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一个小小的保安，莫非还能是一条龙不成？既然瑶瑶带你来参加老爷子的寿礼，那你肯定是备了厚礼的，赶紧拿出来，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。说的没错，我姐姐虽然是个傻逼，但是你第一次以她的老公的名义来我苏家，怎么着也得拿出什么像样的像话。那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把礼物拿出来吧。好啊，你一个臭保安还好意思提礼物呢？我倒是想看看你到底能送出来是什么烂水果呀，还是破衣服？哦，对了，我苏家可不收破烂。谁说陆北没有准备礼物？奶奶，爷爷向来喜欢书法，这是刘大千的山水画，也是陆北为爷爷准备的寿礼。一幅破山水画，谁知道是真的是假？而且以这种臭保安的秉性，该不会是从垃圾堆里捡的吧？啊！说我老婆的寿礼不行，那你们的寿礼又是什么？既然你想看，那本少就让你开开眼。奶奶，我送给爷爷的寿礼，这第一份便是极品玉蟾蜍，价值数千万；至于这第二份，乃是叶家的项目合作书，价值数10亿。10个亿！妈，有了叶家的这份合同，咱们家的经济危机就能解除了。至于这第三份嘛，乃是一份百年雪山人参。奶奶，这百年雪山人参乃是龙殿的圣物，而且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。10支不仅可以延年益寿，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。我知道爷爷生病，常年卧病在床，所以特地取来了这株百年雪山人参，希望可以治好爷爷。南哲，你有心了，奶奶很欣慰。瑶瑶，结婚要讲究门当户对，你这个破保安老公给不了你幸福，你就应该嫁给叶家大少。嘿嘿，你不是想看本少的礼物吗？喏，已经在这儿。你的呢？就这堆破烂啊！说实话，就这种档次的礼物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混账！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？啊！要是有所损坏，把你这条烂命杀了都赔不起。你走吧，或许我就不该带你来，你受人白眼。你快走，这些我会赔。好吧，别害怕，我早有准备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谁也欺负不了你。早有准备是吗？好啊，那就把你的东西拿出来。要是拿不出来，今天就把你的命留在这儿。不用了，
别让这种目无尊长的混账在寿宴上给我招来晦气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别着急啊，老太君，我给老爷子准备的寿礼可是无价之宝。妈，我看这陆北他也并非一无是处，不如让他把礼物拿出来看看吧。寿礼到。奉陆先生之命，奉上九转长寿丹、极品龙形和田玉以及至尊圣令，可调度无上财富。装神弄鬼是吧？啊，哎，就这个破玩意儿，调动无上财富。你怎么不说你是华夏武安君啊？你这是要见长的，这都让你看着了。别闹了，叶子。就这么一颗破药丸，你说它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？你当我们都是傻逼啊？瑶瑶，你交的这个男朋友可真够可以的，大寿竟然给老爷子送药丸，这礼物可真够吉利的。药丸？我看你这个小保安要完！来人，给他拖出去！长长记性！奶奶，不要！老太君，我今天给老爷子带来的这第一份寿礼，曰长寿，乃是九转长寿丹。服用了之后，不仅可以治好老爷子的残患，还可以让他延年益寿。敢问各位啊，有什么比老爷子的命还重要？我送的这份贺礼，是不是无价之宝？什么九转长寿丹？哎，苏瑶，这个臭乞丐脑子瓦特了。这样，你要不带他去看看脑科呀？奶奶，我这儿有一颗从天上下来的蟠桃，哎，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呢。就是，妈，这个臭保安吹牛也不挑个地方，还真以为咱们所有人都跟这个傻大姐一样容易受骗。苏瑶，你们这一家子是要把我气死吗？给我滚出去！奶奶，依我看，某些人就是想拿一颗破丹药，然后来我们这蹭吃蹭喝。毕竟这么高规格的宴会，有些人怕是这辈子都遇不到。奶奶，我相信陆北不会骗人，这长寿丹哪怕不能延长寿命，肯定也有保健的功效。你竟然还帮着这个保安骗子说话，你非要把我气死吗？爷爷，没事了，快叫救护车！苏瑶，怪你找来的这个废人，给爷爷招来了晦气。要是爷爷有三长两短，我他妈让你们好看！老爷子心脉衰竭，来不及叫救护车。老婆，去把九转丹拿来，给老爷子吃。苏瑶，这种破丹药，一看就是从地摊上捡来的。你想害死老爷子？你让开！我要救的是你爷爷的命。不行，身为苏家的一份子，我是不可能让老爷子吃这来路不明的药。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二婶，你凭什么这么说陆北？生死关头，我相信陆北不会开玩笑。瑶瑶，如果你非得让老爷子吃这个保安拿的药，也不是不行。但如果救不活，你必须得承担所有的责任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如果要是老爷子活不了，你必须把未来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南城，并且把家产全部让出来。没错，只要你答应了这两个条件，我就可以让你把药给老爷子。绝不可能！你们别想抽大姐！行，我答应你。瑶瑶，他们就是想抢夺我们大房在苏家的控制权，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啊！妈，我相信陆北，他一定可以救活爷爷。
早就知道这药不管用，他一个小保安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呀？我们大房子苏家这彻底待不下去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苏瑶，从今天开始，未来集团总裁的位置就归我。爷爷吃了药，虽然还没见好，但也没有变更差，一切都等医生来了再说。少废话！爷爷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们2个废物都给我滚出苏家去当乞丐！你嘴巴以后最好给我放干净点。老爸，你放心，我从来不说大话。我给老爷子吃的药，真的。你居然敢打我！好，很好，来人！这怎么可能？老头子，你醒了。爷爷，你的腿能站起来了，头发也黑了，看来陆北给你的丹药真的是长寿丹。我这个保安女婿，难不成真是个神医不成？世上怎会有如此神药？哦，这一定是我之前给老爷子买的那些补品起了疗效。对，南城之前给老爷子送过许多珍贵的补品服用。其实你这个小药丸，你能比得了的？你们简直睁着眼睛说瞎话！明明就是陆北的药救了爷爷，你们刚刚拦着不让喂药，现在还想着抢功劳，简直无耻至极！啊！妈，二房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今天我要是没吃这长寿丹，恐怕现在就已经在土里了。以后苏家就得听苏瑶的，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爷爷，话可不要说的这么满。现在苏家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解除，我就不信一个小保安的运气会一直这么。没错，苏家和未来集团都得倒闭，到时候想要求我们，都没有。儿子，我们走。哼，苏家需要钱，我可以帮陆北出。李小姐，久仰上京李家大名，你是我外孙女婿的朋友。没错，苏老爷子，生日快乐！这一次我可以帮苏家解决经济危机，不过也想请苏老爷子满足我一个心愿。李小姐但说无妨，老夫必定竭尽全力办到。你们苏家不是一直看不上陆北这个女婿吗？不如你们退婚，让我嫁给他如何？我去，我没看错吧？京圈天后李子琪竟然和苏家大小姐抢一个保安当老公，关键是李子琪竟然上门倒贴，我怕不是在做梦吧？哈哈哈哈！李小姐，你这是跟老夫开玩笑吧？陆北是我孙女的老公，你可千万不要破坏他们的婚姻哦。讨厌你，惹了一身烂桃花，狐狸精都追到家里来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话不都他说的吗？你再说我守身如玉的，不信你检查检查。胡说什么？晚上回去要不要看？李小姐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不过我的老公我来养，就不用麻烦你操心了。你说是吧，老公？没错，我老婆需要钱，我这有。就是啊，我女婿厉害着呢，我们家的事儿自己能解决。既然北哥坚持，那我也就不强求了。只不过现在叶家跟谢家联合，恐怕苏家在整个云城都借不到任何资金。北哥啊，要不你就从了人家吧，我的钱都给你。
别听他的，哪有他说的那么邪乎？你拿着我送给爷爷的这块龙纹令牌，只要是龙殿在江城的银行分部，你想取多少钱就取多少钱。啊，你又在吹牛了。那如果我想取10亿，你有那么多存款？哎，我信呐！哎，瑶瑶，以后啊，你要多听你老公的话。我一看呢，他就是个有本事的男人。妈，都什么时候，你还跟着胡闹？你看看阿姨这眼光，没事跟你妈多学学。我信路北啊！瑶瑶，现在妈就陪你一起去龙殿的云城分行去取钱去。这万一是真的，苏家的危机就解决了呀！走走走，走啊走啊！小陆啊，你将我的病治好，老夫很是感激啊。但是恐怕你还是不能和瑶瑶结婚。大爷子，为什么？其实我也是为你们好。你可知道佳佳那孩子的生父是何许人也？我听思瑶说过，他应该是龙殿的人吧？没错，佳佳的生父不仅是龙殿的人，而且还是那传说中龙殿至尊武安君。说什么？啊！哪里动了吗？过来。你知道我冒险动用龙殿杀人王部冒了多大的风险吗？谢师兄，我也没有想到陆北那个小伙居然能打败杜老。你是白痴吗？杜月笙虽然说在龙殿实力不算什么，但区区一个保安能打败半部武王。明日就是我们谢家执掌龙殿、君临天下的关键时刻，不管那个陆北身份如何，都不能当谢家的部。明白，明白，谢师长。我刚刚从苏家眼线得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那就是苏瑶她所生的女儿，可能就是曾经武安王的孩子，而且她身上还有龙殿传说中的龙符。武安君的孩子，此话当真？谢师长，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。6年前，苏瑶那个贱人确实怀有一女，而且还有一枚龙符，我亲眼所见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是，待我取得龙符，不仅是龙殿，整个龙国都将为我掌控。妈，你还真信？他就是咱们集团的小保安，哪能有那么多存款？瑶瑶，我看这陆北颇为不凡，要不然那大明星会上门倒贴啊，肯定是有真本事。你是说我们真的能凭借这个令牌拿到上亿的资金？行不行？试就知道了。走。请出示龙殿会员卡，我们龙殿只服务龙殿会员。妈，我就说了吧，他们只对会员服务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取钱。哎，你好，虽然我们不是会员，但是我们有令牌作为信物，要不您请你的主管过来看一看？请稍等。谁要见我？不知道今天龙殿圣女萧红云要过来视察，别耽误我的时间。黄主管，是这样，我女婿让我来取钱的，我们有信物的，看一下。这龙殿圣令。我就说吧，我这女婿不简单。原来叶少说的果然没错，一个小保安胆敢伪造龙殿圣令，还到老子手上招摇撞骗。苏瑶，老子早就想到你会到处跟银行借钱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相信了那个臭保安的话，敢骗到龙殿的头上。我女婿不会骗人的。黄主管，您再仔细的看一看，这怎么会是假冒的呢？还敢狡辩？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？你怎么可以随意打人？这不可能是假的，我老公不会骗你。嘿，真当你这个臭保安是什么大人？我告诉你，他在龙殿面前
就如同一只蝼蚁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别垂死挣扎了，我看这样，如果你们苏家缺钱，王你们母女俩伺候晚上，一次我给你们3000，如何？不是，哎呀，真是不知者无畏啊！你们可知道这龙殿圣令是何等的尊贵？这龙殿圣令一旦进入龙殿银行，就会处罚一刑，犹如武安军军令。岂是这块破铜烂铁能够比拟的？啊，这龙纹异象，难道这令牌？什么？云城竟有龙殿圣令问世？难道消失6年的武安军终于出现了吗？快跟我进去！这龙纹异象，难道这令牌？皇主啊，这一定是他们搞的鬼，耍一些假把戏，也想冒充龙殿圣灵。臭官，他配吗？不许你污蔑陆北，这一切足以证明令牌是真的。闭嘴！冒充龙殿圣灵，这次不光你们要死，就连那个臭官也要被千刀万剐，打进幽冥地狱。真的差点让你们给骗了。这龙殿圣令可是打开龙殿宝库、掌控亿万财富的钥匙，岂是这一个小小的臭保安？这块破铜烂铁，一看就是没人要的地摊货，拿在我手里我都嫌它脏，它只配扔在垃圾桶里。这是谁扔的？圣女大人。这是谁扔的？圣女大人，黄涛，你是要造反吗？我不是故意砸您的，都是这个贱冒充龙殿圣令，他骗人都骗到这儿了。闭嘴！此乃武安军亲赐圣令，岂容尔等智慧？这个令牌你们哪里弄的？我老公给我的，说是拿这个令牌可以调动龙殿银行的资金，帮助我们苏家度过经济危机。你们想调动多少资金？龙殿银行的万亿资金，现在可以随意支配。这公司的权限这么大，闺蜜，我就说我这个保安女婿深藏不露，你可得把握住了。且慢，圣女大人，您可能有所不知，他的老婆只不过是一名小保，根本就不可能有龙殿圣令，这枚令牌很有可能就是伪造。就算是保安又如何？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？只是谢战家马上也要过，若是让他发现这枚令牌是假的，事情很重要。没想到谢不成也要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一试便知。龙殿圣令乃是龙殿宝库的钥匙，若是能打开银行中的宝库，自然就是真的。苏瑶，我劝你现在坦白还来得及，相信陆北那个臭保安，到头来只会害了整个苏家。我相信陆北不会成。奇怪，怎么会没反应？就说那个臭根本就是个臭要饭，这令根本就是假的。圣女大人，这两人伪造圣令，按律当。来人，拿下！天哪，家这是捡了个金龟婿啊！这宝库居然打开了，这圣令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？王涛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圣令一出，犹如武安军亲临，你公然诋毁圣令，难道是想违抗圣令吗？不敢，小人知罪。苏小姐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小人知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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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原谅你狗眼看人低，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污蔑我老公。苏小姐，你老公当真只是一名保安？是的，他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一直在我集团当保安。那这令牌从哪来的？我也不清楚，想必是和他在逍遥王府当我们家的丈夫。逍遥王府。站住！冒犯圣令，谁也保不住你！拿下！老云，好大的胆子！
连我的人都敢动。谢不成，龙殿圣令在此，还轮不到你来放肆。这武安君早就身死，这令牌自然也没什么用了。放屁！你公然诋毁圣令，我作为龙殿圣女，今日必要诛杀这逆贼！大明王，谢不成，既然你敬畏我王，给我解义气，难道你就不怕龙殿的审判吗？审判？整个龙殿都是我们谢家的，拿什么审判？哎呀，苏总裁，你不是一直想接手？现在全成家。别走！老爷子，佳佳的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信物？没错，是留下了一枚象征着武安君身份的龙符，雅雅一直带在身上。对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只可惜那武安君乃是整个龙国万人之上的存在，哪怕他现在失踪了，雅雅这辈子不能见，否则我们整个苏家都要覆灭。6年前，爷爷告诉我，佳佳的生父跟龙殿有关。陆北，对不起，我要找到那个男人，我要给佳佳一个没有遗憾的家庭。爸爸，你怎么哭了？佳佳，对不起，佳佳，爸爸带你去找妈妈。我也走了。武安君，小月这是死了吗？终于可以再见到你了。别说傻话了，苏瑶呢？武安君，真的是你吗？你真的没有死？难道你就是苏瑶的老公？武安君，谢不成勾结东瀛武王，这才将我打伤，把苏瑶抓走了。属下失职，罪该万死。谢不成，原来是他呀！喂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楚保安，放心，苏瑶现在还不会有事儿，但是待会儿就不知道了。叶凡，我警告你，别动苏瑶。你也知道怕了。我告诉你，楚保安，10分钟之后到北航1号仓库来受死，不然你就等着替苏瑶收尸吧。叶凡。爸爸妈妈是不是被坏人抓走了？佳佳，妈妈去一个叫叶叔叔家做客了。这样，你和老婆先回去，我把妈妈接回来，好不好？小影儿，看来当年这件事不准出现，立刻召回龙殿救护，立刻善后。是。苏瑶，等我。谢不成，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好漂亮的脸蛋，难怪就连那位都动了凡心，还和你生下了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认识佳佳的生父？当然认识，没想到你竟然不知道他的身份，有趣啊！不过可惜，6年前他就已经死了，全是。死了？你们杀了他？没错，打了我们谢家成为龙殿之主的路，他就只能死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他临死之前竟然给你生了孩子，甚至把龙符交给了你。龙符？
苏阳，我劝你乖乖的交出龙符，谢寨家或许还能放你。那你们就动手吧，我就算死也不会把龙符交给你们这群勾结外敌、群篡位的叛徒。你不怕死？难道你那6岁大的女儿也不怕？你们敢！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事儿是我不敢的？你有选择吗？给我走！放开我！真是龙符！龙符在握，整个龙国都将以我为尊。杀了！谢先生，答应我们东瀛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还有割地赔款的事情，希望你别忘了。那是自然，宁与外臣，不与家奴。我呸！你个卖国贼，迟早会有报应的。苏阳，你该不会真的期待这臭保安能救你？龙府已经点你们了，不要伤害陆北跟佳佳。真是太天真！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着那小杂种，还有那个臭保安死在你面前。苏小姐，这里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算是武王强者，今天以小国之罪。我就是做鬼，不会放过你们这些畜生。宫本先生，听说你喜欢收藏我们龙国女人的人皮，不如这样，这个贱人就送给先生。哦。要不要？好，綺麗な超哥，苏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制作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。放心，等我们抓住这个臭女，你也会把她扒皮抽筋来陪你的。宫本先生，目标出现。宫本先生，目标出现。我捉他，让他感受一下最极致的痛苦。看，这道耻辱的伤，就是6年前那完军给我留下。不过现在他已经死，没有人是我的敌人。龙营人的玩物。说到底，你也就是个欺软怕硬的鼠辈。你不知好歹，那我就让你尝一尝这世间最痛苦的刑罚。好像不对劲，外面的兄弟全部失联了，他可能已经进入仓库。他们有几个人？好像就……真的是那个保安进来，红包泄露呢。你在这里看着，出去回回。OK， ソロ，前面，你们都哭了。别喊了，都死了。陆北，没想到这个臭保安竟然真的敢过来送死。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后面先生是如何把那个臭保安的肉给刀下来的。究竟是谁？我告诉过你们，犯我龙国者，必然。你一个东瀛人倒下我龙国人，不怕死？哈哈，原来你就是苏小姐的保安丈夫是吗？你以为自己是龙国的完军吗？杀了区几头颅，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？别！我不想问你第二遍，苏瑶在哪儿？可惜你来晚了，我已经把你的女儿活生生的剥了。非常的漂亮。你说
一个没有比的女人，你还能认出她是谁？你选错了对手。可惜啊，私は今あなたを殺す。我要你跟整个东瀛都给他陪葬。究竟是谁？我是送你下地狱的。居然杀了这臭保安，是魔鬼吧？别挣扎！宫本先生，那可是东瀛武王，这臭保安再怎么能打，不可能赢得了他。老大，承认你很强，但是你记住，王之下皆是蝼蚁。除了已经死去的官军以外，没有人是我的对手。说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告诉你，这把刀曾经可是要中国士兵成百上千的头，是这活生生剥掉了谁？心配する。なぜならあなたは好きの。死ね！这怎么可能？万死！都知道啊！下面点，下面点口来！没有死。在你，镜子在后脏姑人，我之前说的都是你。走！喂，谢先生，你快来救我！就连宫本先生都不是那个保安的对手啊！老板，你别搞！哈哈哈哈哈！老板，想不到吧？这玻璃是防弹的，子弹都打不烂，你能奈我何？等谢干将的援军到来，你就等死吧你！老板，你这个窝囊废！现在就是当着你的面把你老婆办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老板，你别搞了！老板，你别搞！老板，杀我！求你别杀我！家人哥，谢战将的事是杀我，那他们可都得死啊！陆北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那么傻？我们只是合约夫妻，你为什么要拼了命救我？其实，在6年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就是佳佳父亲。是刚刚谢不成跟我说，佳佳的生父在6年前已经死在了战场。其实我并没有死，我这么多年在云城照的，就是你。当时我精神恍惚，我只是记得你背后有一只蝴蝶的印记。陆北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安军，整个苏家都被带去了谢家举办的升龙宴，据说他们要干什么？据说要拿你的女儿季琪登临帅位。传我帅位，
集结龙殿旧部，踏平谢家。谢战将，听闻宫本先生居然失手了，那个臭保安他不会来您的登基大典上了吧？一切尽在掌握中。若是那个不知死活的保安真敢前来，我不介意亲自送他下地狱。好，那苏家和这个小杂种怎么办？苏家以后你就是家主，至于苏瑶和他女儿，都是当年的余孽，岂能不斩草？是。哈哈哈！是，你真的拿到了龙符？不错，父亲。从今往后，我们谢家将掌控龙殿，君临龙骨，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家族。看见了吗？我早就说，我儿不臣有完君之资。逍遥王与昔日的完君交好，即便是你拿到龙符，他也不轻易低头。我已与静观四大武王暗中达成合作，只要这小子敢反对，第一个拿他祭旗。斩龙剑在此，如武安君亲临，敬武安君，敬忠魂。敬武安君，敬忠魂。谢不臣，你为何不跪？难道想造反不成？就凭我龙符在手，自然可以不跪。没错，而得龙符，当为完君。而你逍遥王，莫非是要用旧朝的剑赶我新朝的臣不成？6年前，完君在境外被四大武王联手汉室，使俺将士血染沙场。如今我儿历尽千辛万苦寻得龙符，当为新任完君重塑龙国荣光。当年天门关一战，武安君失踪，我龙殿10万精锐损失殆尽，全靠谢父臣战将一人力挽狂澜，成功的阻止了四大武王入侵我龙国。如今战将又得龙符，自当为帅，复以天赐龙符，谢父臣为武安君，乃是天命所归。不可！诸位将士，外敌未灭，不臣何以为帅呀？哎，谢战将，只有你登临帅位，才能带领龙殿为当年的武安君和天门关10万忠魂报仇雪恨呢。卑职叩见武安君！叩见武安君！叩见武安君！你们真是害苦了我呀！斩龙剑乃武安君佩剑，自古以来，龙殿之主需拔出此剑。谢战将拔剑即可礼成，请吧。逍遥王，众所周知，斩龙剑非真龙血脉无可拔。难道你是在故意刁难，扰乱我军国大事？父亲，当年武安君可以拔出，我哪怕没有真龙血脉，也可以。不用试了，谢不臣，你配不上斩龙剑。武安君，配不上斩龙剑。冒充武安君就佳佳，让他见见。放心了，一切有我。谢不臣，你帅的剑你还没有资格碰。你真的是武安君？不可能！谢老，您不是说武安君已经死了吗？难不成这个世界上真有起死回生这种荒唐事？6年前武安君就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是武安君。你怎么那么清楚？难道说当年我险些身死跟你有关？武安君之死乃境外四大武王所为，与我何干？爸爸妈咪，佳佳在这。佳佳，完了，这下陆北的身份要暴露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小保安啊，竟敢冒充武安王，好大的胆子！我现在就可以将你诛杀当场。来人，把他们先给我拖下去，以正军法。谢不臣，这么着急杀我，是不是担心我将你当年的罪行全抖出来？武安君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他谢家敢图谋不轨？胡说八道！一个臭保安也敢污蔑本战将，信不信我诛你几次？各位，就在昨日，谢家勾结东瀛武王，宫本13郎，欲置我和陆北于死地。我就想问问，您知道这事？
谢不臣，你有什么需要解释吗？逍遥王，你是信一个商女，还是信我？王管家既然真的是逍遥王，那陆北什么？宫本十三郎，那不是我龙国死敌东瀛武王吗？谢不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谋逆，我倒是觉得此人才是受境外武王指使，前来破坏我龙殿换帅的大计。没错，陆北，赶紧把你的面具摘下来吧，你的身体已经暴露了。一条看门狗而已，装什么大洋啊？小子，当年武安君被境外武王谋害，他的遗物被敌国所缴获。你作为一个保安，如何能拥有武安君的遗物？此子肯定是受到境外武王指使，冒充武安君，企图吞并整个龙国。谢不臣，我今天来除了救我女儿以外，还有件事。当年天门关一战，我虽然遭人暗算掉了手，但早在这之前，我早已经率领龙殿的10万将士，将敌国4国联军的上百万人杀个遍尽。但是为什么最后战报上显示的是我龙殿所有将士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人？什么意思？难道当年击败4国100万联军的，并非谢不臣，而是武安君？胡说八道！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保安，不仅冒充武安君，还想我儿战功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战功？你儿子当年手上只有区1万的兵，来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对抗的4国联军上百万人？够了！你一个小保安也敢污蔑本战将，给我拿下，以正军法！以正军法！诸位龙殿将士，昨日我亲眼所见，谢不臣与东瀛武王签订不平等条约，卖国求荣。今日就算我夫妻2人死，也要揭穿他的阴谋。什么不平等条约？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！最无耻的卖国！一派胡言！我谢不臣对龙国一片忠心，岂容尔等诋毁？谢战将，我恳请将此2人就地诛杀。谢子，命真大呀！可惜为什么不像只老鼠一样躲在暗处慢慢毒死呢？苏南城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谢家卖国，你帮他，苏家也会万劫不复。万劫不复的是你，还有这个臭保安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小杂种。而我才是带领苏家走向辉煌的新家主。逍遥王，我谅你曾经对龙国立下汗马功劳，想必你也是被这个无耻保安所这样的。你现在斩杀了他，就当你将功赎罪。我早就说了，北阁就是武安君，我何罪之有？我不需要证明，一会儿会有人证明的。哈哈哈！听到了吧，诸位，这小子就是来捣乱的。陆北，你能骗得了苏瑶这个蠢货，但骗不了在场的所有龙殿将士。诸位同僚，圣女殿下马上就到，她常伴武安君左右。大家可以不信我，但圣女殿下绝对一眼就能认出武安君。还想拖延时间，我可不会给你们这些逆匪任何机会。地气诛杀！龙殿圣女到。诸位苏瑶，见到圣女还不下跪，你们是不是有点太猖狂了？真是放肆！将死之人行不行已经无所谓了。圣女殿下，此人名叫陆北，也真是圣人，就是个小保安，但是他竟然冒充武安君，还企图破坏谢将军的登基大典，欺罪当诛。不仅如此，还勾结境外武王，是不折不扣的贱人。哦，你们血口喷人，明明就是你们！陆北，既然你说你是武安君，那不妨把你面具摘下，让圣女看看你这武安君到底是真还是假呀？怎么不敢了？一个小小的保安也敢跟我抢武安君之位，你配吗？陆北，这没事，看你。请圣女殿下裁决。请圣女殿下裁决。既然你们这么想看本帅的真容，那我就让你们这些老熟人好好看。看清楚，武安君，他竟真的是武安君！
当年亲眼看见他掉入悬崖，死无全尸。原来当年的事你也有关系。来人，将叛贼谢不成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叛贼，天下人只认龙府。我承认，当年武安君的死插手了，但是那又如何？成王败寇。况且，如果他真的是武安君，为什么龙符会在我的手中？谁都知道，武安君龙符从不离身。放肆！我与武安君无数次并肩作战，生死与共，又怎能认错？依我看，这正是境外虎王的阴谋。想要模仿武安君的容貌，并非难事。对，各位，试问一下各位，如果你们是一国的武安君，会愿意当一个狱卒3000的保安，当这么多年吗？那你是在质疑圣女殿下的眼光吗？质疑？我靠！哇，看到了吗？龙符在手，别说这个冒牌，就是武安君真的毁龙殿，也是我说了算。大胆，给我杀！你又错了，怎么可能？小子，你倒是有几分胆气，但是你该不会以为我被一睁眼吓死？我能杀武安君1次，就能杀他第2次。你不是我对手，现在回头我能给你谢家留个种。笑话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假货罢了。你以为你能唬得住我？当年武安君执掌龙府，手持斩龙剑，号令天下诸侯。我谢不臣诛杀武安君，如今更是屹立在大夏之巅，何处不超越武安君那个废物？今天我就要你们看清楚，谁才是那个能够带领大圣走向长生的。你差远了。请武安君执斩龙剑，诛杀奸佞。请武安君执掌龙剑，诛杀奸佞。好，冥顽不灵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用这把斩龙剑将你们的希望一点点割碎，妻子眼睁睁看着，而慢慢品尝整个龙殿都记住忤逆我的下场。武安君，没事，这斩龙剑上承天命，下有皇权，现在更是凝聚着天门关一战龙殿10万军。这斩龙剑，碰不得。我呸！碰不得！我跟你说哈，收起你那些哄人的小把戏，哼，区区冤魂还能来索命不成？就让他们来，活着都被我杀了，死了能奈我何？看到了，我已经拿到了斩龙剑，还不臣服，等待何时？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冤魂呢？冤魂在哪儿？今天我谢不臣继承龙殿之主，整个天下都是我的，谁能伤我？不成，你这后面什么？不是我，你们死了，你们都死了！父亲，小子，你究竟对我父亲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你不想想，你对天门关10万龙殿将士做了什么？10万冤魂所命已经病逝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死在了4国战争中，而是死在了自己的生命，死在了这些中共的畜生手里。老奴，天门关10万将士是被谢家父子所谋害。谢不成，你还是人吗？那些可都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，你怎么忍心对他们下手？闭嘴！什么10万忠魂，什么冤魂索命，一判不然。我谢不成，轮不到你们这些垃圾来审判。好久不见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？我一手持斩龙剑，身负龙符，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？污秽之心，奸邪之理，又怎么配执掌斩龙剑？到底是谁？已经死了呀！我是个不负责任的将领，也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更是替10万忠魂回来向你索命的阎王。
没想到啊，当年落入万丈深渊，竟然没能要了你的命。不过你该不会以为你这次孤零零的回来，拿着把鸡毛令箭就重新好大象了？我父亲早已派人包围了这里，就你是武安君又如何？你一个人杀了我千军万马吗？谢不成，你是不是忘了龙殿就不接在你？亲王，白虎，朱雀前5，参见武安君。你们自然人将不是早已归隐山林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谢不成，你不臣之心，武安君早已知晓。我们之所以隐退江湖，也自然是武安君的安排。你外面的那些叛乱战将，早已被我们尽数镇压。乱臣贼子，还不认罪服诛？伏诛！天大的笑话！谢不成永不服诛！真是武安君大言不祥！没有你们，我就没有了吗？废武王，都出来吧！什么4大武王？谢不成，你果然是个卖国的叛贼，勾结外敌，你就不怕万民唾弃吗？您唾弃？很简单啊，我今天把你们给都杀了，谁又会知道今天的事情呢？陆北，你知道吗？当年天蛮关10万战士刚刚战胜4国联军，已经筋疲力尽。可笑的是，他们还以为我是援军。你想夺权，你杀我一个人就行，干嘛杀那些兄弟？其实他们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死，很简单，就是他们对你太忠心了。臣服于我的人都得死。废话少说，动手，一个不留。我来之前，武安君，如今我们各大武王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，杀你如土狗一般。我记得龙国有句古话叫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生”，只要你把你身边这个漂亮的妻子献给我，可以靠龙帝交给我灭。我也送你一句龙国的古话，叫“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”。你们欠龙国的血债，必须用血来偿。爸爸真棒，打死那些大坏蛋！这么多年过去，还是这么废。小心！你怎么知道？你身上的臭味这么多年都在我脑子里，怎么会忘了？姐姐讨厌你了。封印已解，便是这人间武圣，再无余生。传说中武王之圣，乃是武道巅峰武圣之境界，从此人间无敌，遨游天地。难不成武安君已经成为武圣境界？从今日起，我将亲自带兵踏平此，全当为我大夏忠魂献礼。昭告天门关，10万忠魂将士，龙国永昌，天下太平。光年武安君归位！爸爸，你是我和妈咪的大英雄。你才是爸爸的大英雄。瑶瑶，欠你一场婚礼，一定给你补上。武安君终于可以和你在一起了，这一次小鱼儿再也不要和你分开。我不同意，陆北是我老公。如果北哥同意的话，我不介意我们3个一起生活。陆北啊，佳佳，你说什么啊？你要去游乐场啊？孩子贪玩儿。哎，